多谢一年呢，看一个较趣味的消息。台南市这个民政局甲正统乐林门圣母庙头一摆办这个独身啊联谊活动，为12中到12点开始开放这个线顶的报名真踊跃，伊毋过所出现呢，查甫较侪，查某较少的情形。参加男性超过170个，伊毋过呢女性敢若30个。这款的比例，和市政府不得不提早停止男性的报名，敢若开放和女性继续参加。市政府表示讲，可能是因为这个女性呢，拢比较避暑，才会出现这款情形。 세상에서 가장 핫한 지옥 솔로 지옥입니다. 韩国真实节目以男女配做主题，查甫引导查某的水，一季接一季播出，上真侪观众收看，会当看到少年男女对恋爱是真煞心。 台湾人嘛同款，为了求姻缘来拜月老。台南正统乐林门圣母庙去年底打造实行月老庙的空间。9月2日，各位和民政局举办联谊活动，不过说出现查甫报名比查某更加多。听起来要是政府的，那感觉是挺有公信力的。你会吸引女生参加吗？会啊。 台南市的男女比例是5比5，不过昨日开放报名的头一天，男性就约170个人，女性煞刚有30个人。后市政府预计，男性报名的人数若是达到200个，就袂当去报名咯，敢若限制女性报名。给他分析起来是一般女孩子会比较不希望人家知道我去参加什么婚友社啊，或者是在这一种联谊活动啊，被人家知道会觉得自己没面。现在查甫会比查某较侪，似乎讲可能是女性较歹势，嘛有可能是台南的男性做科技业、制造业的较侪。另外，民政局讲线顶报名到4月26日暗时6点，欢迎独身的女性朋友把握机会。 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